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平安，真欢喜会当来到延芳教会，而且咱做伙来对上帝话来得到激励。今仔日较重要的是咱的中华中会宣教纪念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起做宣教的教会。总是伫这个要开始之前，我要请大家来观看一片的影片吼，底片。咱请咱的。这片的底片，伊是讲华语，在有人听华语较困难的无？有无？歹势，伊是用简体字，简体字。伊的法语是伊是外国人，毋过伊是讲华语，咱做伙来看，这是伫迄布永康牧师伊伫咧迄个讲威廉报道办的好，咱开始。收到我的码以后，开放微信提供到每位40字，迄今127发生等待，还现在巡逻舰已经尽快识别救援行动。收到海盗队，这是圣体号，我们就在口河海域，现在马上前往救援，预定7分钟到达合理。队员，队长。附近海域有我们的巡逻舰艇救世圣体号，船上无线电指挥中心刚刚回报说，他们有64名舰组人员，24艘救生艇可以支援救难。很好，你马上把客轮详细的坐标方位告诉圣体号，叫他们马上安排，5分钟内回报状况。遵命。1等兵穆杰克，你的第一趟任务恐怕挑战很大。你是谁？别管我是谁，朋友，你即将面临一个很困难的选择。我没空和你抬杠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巡逻舰的责任到底是保护船上的设备呢，还是执行任务？这艘船的任务应该非常清楚，不是吗？没有错，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很清楚的。杰克，我们就要开进危险的海域，海上有船只遇难。不过，当然是留在船舱里比较安全。到时候你得做个选择，是挺身而出，还是留在舒适的船舱里袖手旁观呢？对不起，我先失陪了，我还有事要做。宴会就快开始了，别忙，宴会很快就要结束了。向军士长报道，参与紧急救难行动。军士长正在预备救生艇，需要人手，请跟我来。紧急救难行动？你看看，他把我的地板都弄湿了。亲爱的白士官，我可以跟你打包票，今天晚上绝对不会有救难行动。可是，长官，你想想看啊。在这种恶劣天候出船的是什么样的角色？肯定是偷鸡摸狗的人。这些人做坏事碰上了危险，那是他们的报应啊！怎么可以叫我冒险去救他们呢？他们死了活该。可是，长官，我们是救难先求自保是本舰的最高原则。你想把大家都害死？不，长官，我不敢。我们之所以会上这艘船，就是因为它可以保护我们平平安安，不受到风吹雨打。白士官，这一点你听不懂吗？
我懂。但是很难懂。长官，我先离开了。你等兵部前特，你也想跟着这个人去做傻事吗？那么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21:45，准时到小教堂做礼拜。其他人还没到，把救生艇拿下来，准备下水。所以缆绳要全部解开。是这样的。对不对？救生艇下水以前要把缆绳全部解开。好，知道了。我这人来了，军师长，是，早该到了，过了这么久。哎，不对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现在这几个人手，怎么样？你去搞个清楚状况吧。我这24条救生艇通通都准备好了，一车载6个人呢，怎么救难呢？我知道，一艘救生艇需要2个人手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谁这6个人掉到海里，我们只出动3艘救生艇够吗？用你的脑子好好想一想，好不好？不够，根本不够。这么低的水温，海里的人快撑不住了。结果你只带了6个人手来。你说上头到底在做什么？3、2、1，上！根本就不可能从右舷接近。现在进行救生艇的设计，必须从船尾把人给拉上来。浪高10几尺，你想把人从船尾救上来，根本不可能。相信我，我跟军士长研究了3个礼拜，操作守则我都会背了。倒是你，请你用功一点。那你有没有亲自坐上救生艇试试？外面风雨真大，海货在里面，我去做礼拜了。发生船难的是从温哥华出发的罗斯玛丽号，船上有船员12名，乘客64名，请立刻回报目前的救援状况。已经出动3艘救生艇进行抢救完毕。圣体号，我是美国海防队队长梅杰，我命令你们动员舰上所有的人力物力，全力投入救难行动，不得有误。如果你们不去的话，那些人就死定了。他们明明有足够的配备，64名舰组人员，24艘救生艇，却只出动了3艘。
帝所造的人类，原本拥有神的形象。可惜的是，在罪的狂风暴雨吹袭之后，这个形象完全扭曲变形。然而，上帝早有预备，他赐下爱子，要拯救世上每一个人。历史历代以来，多少信徒前仆后继，用无比的热情向万邦万民传扬基督和他的救恩。而催促他们传扬福音的那股动力，正是上帝的爱。他们因为领受了上帝的爱，就迫切地想分享出去。这份至高无上的爱，是奥秘中的奥秘。亲爱的朋友，我要告诉你们，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一艘游艇，它是一艘抢救灵魂的救难艇。需要每一个人挺身而出，参与救难行动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无比的疼，主啊，阮拢是领受你的恩典的囝儿，你看阮做宝贵，主啊，总是阮体会到阮满心罪恶，阮时常软弱。主总是阮大心接受到这款的恩典，愿你，互阮有会听的耳孔，也互阮有这款热切的心，会当来回应。因为阮知，阮所瓦靠的，毋是阮家己的气力，阮所瓦靠的，毋是阮家己的才调，乃是瓦靠耶和华的神来成这的事。主感谢你，通过这片影片，大心对阮讲话。也愿遮个以及伫阮的心开始来激发的即款的听以及回应，主你用圣神来保守掉咧，互阮你用阮的生命来一生来回应主你的听，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头拄仔看到讲教会安怎？教会毋是一只游艇吼，毋是一只。真水、真豪华的一只船，伫迄个内底享受那定。教会真正伊即片的影片，伊大人讲，教会真正的任务责任是真做一个救人救人的船，救人的船。咱伫即个社会，咱伫即个世界，其实基督徒伫台湾所接的迄个趴数无足济，人数无足济，所以。检采伫你的亲戚朋友内底，就足侪人已经也未信主，因伫遐咧等待，因敢若亲像伫即个大风影的内底，因咧等待咱来传福音。若是安尼，咱来了解讲啥物叫做宣教。若是安尼，咱知影讲宣教遮尔啊重要，那到底啥物叫做宣教？伫宣教学内底，伊有定义讲传福音，就是互人会当来相信。来相信顺服基督，然后要来诚侪门徒，要来诚侪学生，即款的生命，然后要互因诚侪主所听的儿女，就是讲传福音，互人来相信基督了后，会当来诚侪门徒，会当来诚侪门徒。所以安尼，咱就会当来了解讲是安怎宣教，诚侪教会上界重要的宗旨，甲伊的使命。因为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内底，耶稣来讲，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，招万百姓来做学生。所以这是耶稣，伊伫死搁活，然后甲伊的学生40天了后，要上天进前，嘛会当讲是上界尾后伫遐咧交代，再三的反复。所以这个会上重要。因为伊就要离开咯，伊就要到上帝阿爸爸遐，然后当伊搁来的时是啥物时阵？就是要完结的时阵。所以这个要离开之前所讲的话上界重要，所以这诚做世界所有的教会，拢甲当做讲对就是大使命。大使命，咱爱诚做一个宣教的教会。宣教的教会，若是安尼，咱来看这个使命，就是讲去招万百姓来诚做学生。这个使命伊的重点是啥物？这个重点就是讲做主的学生，做主的学生，
最主的学生重点后壁还有讲弹惊洗礼的代用，吼，我所教示恁的，互因嘛拢会当来守，吼，教示因会当来守。其实上界重点就是这个最主的学生，做学生。华语的圣经讲最主的门徒，最主的门徒，这个上界主要意思就是讲，你去传福音的人，你本身若毋是已经真做主的学生，你本身若毋是讲已经分对伫主的后壁，真做一个主的门徒的话，你去所教示的真做空空，真做空空。啊，这个学生，这个门徒，其实咱看耶稣，伊。伫世间33年半的久，伊传福音的时间3年半。伫这个中间，伊大部分伊毋是吸引足侪人的，伊集中伫倒位？伊的学生12个学生，通过伫遐生活做伙食饭，做伙困，做伙服侍，做伙做工课，伫遐来训练。所以咱知影，这个真做主的学生是啥物？毋是理论。毋是理论，毋是研究，是安怎？是咱活出来，是咱落实。咱所读，亲像今仔日，你伫主日所听这个经文，所听这个教示，你伫这个礼拜的中间，逐工，你就爱通过这个经文，你来主问讲：主啊，我会当来做啥物？我会当来伫我的生活内底，我来行啥物？兄弟姊妹，若是安尼的话，咱就真正做主的学生；若是安尼的话，咱就真正做一个基督徒。真做基督徒，安尼才是一个落实的基督徒，袂亲像讲，我拢读到足熟的啊。结果我礼拜的第拜一到拜六的生活，甲我礼拜日所听的道理完全无关系。甲礼拜日再过来，搁复习一下。毋是安尼。保罗有讲，伊讲基督差遣我，毋是为着要来行洗礼啊。我传福音乃是为着啥物？我来传福音乃是为着要互人来得到救，吼，毋是要用智慧的言语。这是伫哥林多前书的1章，我用台语的圣经来读互咱逐个听吼。因为基督找我。毋是要行洗礼，是要传福音；毋是言语的智慧，行了基督的十字架，为伫空空。行了基督的十字架，为伫空空。基督的十字架要安怎袂空空？就是咱会当来诚侪迄个见证，毋是你会当讲出偌好的道理，乃是你会当来活出偌好的道理。真理会当伫你的心上来活出，所以有人讲，其实毋是干那牧师伫这个讲台，这是一个平台，安尼会当来宣讲福音。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因的生命的中间，因嘛有一个讲台，就是拜一甲拜六，恁的生活就是恁的讲台，恁要安怎对迄个信仰来活出来？若是牧师咧，牧师更加搁爱用伊的性命伫这个顶面。因为假使牧师若毋是一个真正对信仰来活伫伊的生命内底时，即款的道理、即款的信息讲出来是无困难的。所以当牧师每一摆徛伫讲台，伫遮咧宣讲信息的时，其实这个讲台亲像啥物？亲像是一个祭坛。牧师亲自伫遮就诚做一个祭物，烧做偌济啦，已经伫遮。所以每一摆。要伫讲台宣讲信息的时，其实对我来讲，嘛是一个真大的精神。其实我每届讲道了，我捌甲我的娘家的爸爸我讲吼，爸爸我实在袂晓讲道。毋过每摆讲道了，我拢对唱的回应的信息内底，我深受感动。我讲较早的前辈所写出来的信息，互我知影讲，哎呀，讲无够厉害的，对因的信仰的反省，对信息内底吼，搁较补足，然后搁对一礼拜内底。逐工就对这个圣经的话，搁一遍提醒，要安怎来行出来？兄弟姊妹，咱的主就是遮尔啊重要。当你愿意的时，伊就愿意让你搁较济来开启。若是安尼，咱每一个人来诚做主的门徒，诚做主的学生，主无看咱是偌尔啊无够业，伊乃是要将伊所有的拢要互咱。
所以咱来反省讲，今仔日咱的教会，今日咱所有的教会，咱伫聚会中间，咱来举办做活动，咱目的是啥物？咱的团契，也是讲咱的小组，咱的读圣经，也是咱的组织，咱目的是啥物？咱目的敢是就是要来训练出主的学生嘛，主的运动嘛。若是安尼，咱招一群人伫即个中间，咱是毋是就是要找见，会当来出去宣告，会当出去传福音？所以这就是咱诚做基督徒上主要的，咱来掠条者。今仔日咱假使若讲，哇，我要去到病院要探访一个兄弟姊妹，你是毋是敢若主目讲，哎呀，我就是要去探伊，因为伊艰苦的病床。你有想讲，伊的亲情，还是讲伊的囝儿、伊的太太，还是讲伊的先生，也会信主？是毋是伫迄个时阵，咱的兄弟姊妹为个人对即个已经身体欠安的人来安慰，其他的人会当伫遐来传福音，其他的人检查会当对更新，也是其他的福音传单扎咧。当咱伫病院的时阵，当还袂行入去，嘛是会当安怎？会当传福音嘛，会当传福音嘛。你若愿意的话，上帝会将足侪启示的，互咱无论安怎行，就是要将安怎将上帝的福音来广发出去，将上帝的福音来广发出去。所以咱会知讲，伫教会内底上大的使命，上大的使命就是安尼。我真感动，就是看到咱的中基也有较年纪较大，遮的年长的兄弟姊妹，因愿意用因的时间伫遐来诚做传福音，分传单，也是诚做就是伫迄义工，这是诚好的服侍，这是诚好的服侍。传福音无分年纪，无分大细，拢总会当。所以咱伫遮就会当来想讲，若是安尼，咱的教会原本是要行诚侪会当来救难，就是救患难的一只船，是毋是到尾后会变做是一个享受，亲像游艇共款？外面诚侪人伫遐已经加流，已经活落伫水内底，伫遐咧喊救命、救命、救命。但是咱伫内底，亲像头拄仔影片内底共款讲，哎呀，我要来做礼拜啊！外口风雨大无要紧，互咱遮大的提醒敢毋是咧？伫遐咧喊救命的，其实检知就是咱的厝边；伫遐咧喊救命的，检知就是咱的志气。那安尼，咱就爱避免，互咱原本爱诚做抢救人的灵魂的教会，毋通诚做一个俱乐部，毋通诚做一个敢若会当伫遮喜欢喜乐那定，是伫即个喜乐内底，伫即个欢喜内底，还佫有一个重要，还佫知影，还佫有济人要来入来到咱同齐，会当来欢喜。所以咱来想，若是安尼宣告，伊会当安怎来实行？宣告第一个就是去招人来，毋是伫内底，是出去招。毋是讲哎呀，人来拢来，咱教会伫遮尔遮尔迄个讲闹热的所在，看会到啊，遮尔醒目，遮尔迄个目标清楚的所在，毋是。咱有当时咱需要出去招，然后去招啥物啦？万百姓，招万百姓。万百姓伊的英文是 all nations，all nations 就是讲无分国度，无分国度。其实上帝的救恩毋是针对个人那的，上帝的心意是啥物？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要拯救。上帝的心是快，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要拯救。兄弟姊妹，咱呾伫台湾，咱感觉安怎？真艰苦，敢毋是咧？前几工就开始伫遐咧抗议，有伫遐来抗争讲起价，咱不爱安尼，对今仔日的下晡，咱景康教会也有即款的一个表达的意思。兄弟姊妹，台湾现主时的现况，毋是敢若政府的代志，是咱规个咱拢有代志，咱规个同齐来承担。上帝对咱的旨意，嘛毋是敢若我一个人诚做基督徒。上帝对咱的旨意，嘛是规个台湾拢要会变好。所以咱的心，咱来面对上帝的心。
上帝有这个气力，互台湾变做好无？有无？有。咱哪有迄款心讲，上帝啊，你就是要来拯救阮台湾，打阮徛起伫中华这个所在，伫中华的中华市，徛起伫这个所在，中山路，咱拢伫中山路，阮会当做啥物？阮知你的心志，上帝你的心意就是爱阮台湾，会当来诚济一个水的国家，亲像阮的名共款，福摩沙这款水的国家，互阮会当诚济列国的祝福。所以咱就爱去招万百姓，咱毋但要互福音传广伫咱台湾，咱也会当来伫万国的中间，就是其他的国家，这个世界还佫有足侪国家，甚至无人去到伫遐传福音。我知影咱永福教会嘛有去缅甸对无？有去缅甸做宣教对，迄个国家真较无好，较伫因的生活水准较无较悬。需要有人去伫遐来帮站，也需要有人将福音来传福音，所以福音会当来做学生，招万百姓来做主的学生，做运动，宣教去招万百姓做运动。若是安尼宣教有啥物款的原则？第一题就是迫切的心，迫切的心就是迄个热切的心。他讲对，我着爱去，我着爱去。亲像你若我看迄个一等兵杰克安怎，奋不顾身着跳下去。其实迄个小可咧上顶是安怎？咱的主耶稣啊，为着咱定死的时阵，兄弟姊妹，咱讲咱基督徒，咱就是要来学习咱的主，咱愿意有迄款热切的心。当咱看，抑阁有找人毋捌咱的主的时，咱的心是有迄个热切，有迄个热切的心无？第二个就是拜祷。当你有迄个热切的心的时，你会当来拜祷。主讲天顶地下的官我拢赏赐互恁啊！恁伫地上所捆绑的，伫天顶要捆绑；恁伫地上所吞大的，伫天顶也要吞大。所以咱会当有即款的权能，咱有即款的权柄，会当出去传福音。所以即款的拜祷，咱有热切的心，然后咱来拜祷。咱所瓦靠的，就是咱的主，互咱诚做瓦靠。然后第三点。宣教的装备，第三点才是宣教的装备。我相信每一个教会拢有诚好的宣教的装备。我感觉较欠缺。我家己反省我家己的教会，第一点、第二点，需要搁较侪伫即个顶面来激发，需要搁较侪伫即个顶面迫切的心伫遐来激发。伫2009年的年尾开始有领袖，阮教会中山教会有领袖讲。伫分行迄个所在无有长老教会，迄个所在有一个乡福乡村福音布道团的教会，若定伫遐差不多20年，到今年20年，总是迄间教会大约拢20-30岁，无足侪人，所以有迄款的领袖，有迄款的领袖了后，我就带阮的几个较主要的同工祈祷的同工去伫分行迄个所在，到伫遐来祈祷伫。乡公所的面前，伫遐祈祷，到伫逐个所在，伫学校较主要的所在点伫遐祈祷，因遐嘛有一间古迹古迹的庙，伫遐祈祷了后，有迄个负担出来，迄个迫切的心有出来了后，就传达，互教会、互中级、互小会会当知影，然后阮就有即款的共识，愿意来领袖，讲要到伫分行迄个所在来宣教，总是伫即个中间。过程就是伫遐一直感觉讲，哎呀，咱敢有气力，咱敢有气力，所以到尾后2010年有办一个教会有办一个骑铁马，就是齐心齐力齐分言，就是讲咱齐心骑铁马来到这个分行的所在，骑铁马对中华骑到分行，为着迄个所在来祈祷，来祝福，嘛一方面会当来进捌分行，教会就有。诚侪少年人、青年人，嘛诚侪中级有做伙徛去到伫迄分行的所在，伫遐为因祈祷，伫遐有一个共识。了后伫顶年的6月应该是顶年的宣教纪念日，就是今仔日有出一本为着分行祈祷的手册。分行的地图是安尼，分行有28间庙，分行有2万几个人，25000。大约的人口，15村，总是才一间教会，感谢主，当阮发现有即款的领袖了后，
灵粮堂因对后壁来，总是因行伫我的头前。哦，灵粮堂伫今仔日已经咧分园主恩灵粮堂，今仔日咧开幕，咧开堂纪念，伫今仔日的下晡。所以，咱会当发现分享这个所在安怎？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心意伫分享，知影讲这个所在的人需要福音，这个所在的人需要福音，所以伊互侪人已经看到啊。我真感谢主，当阮伫分享伫遐咧敲找所在，当拄找到了后。分享的分园，迄个相辅教会主动打电话来讲，陈牧师，咱来做伙祈祷好无？伊佫甲我讲歹势，2年前你来找阮的时，迄阵阮去遐探看，有去拜访即间教会，伊来讲吼，莫离阮伤远，莫逐个拢要来即个所在，莫去迄个社口迄个热的所在吼。所以我知影伊的心吼，伊想讲莫伫遮烧济啦，恁去甲。迄个所，迄个时阵我嘛毋知影，阮到底是要伫社口，也是伫倒位，总是即摆有找着伫嘉乐迄个所在。感谢主，伊第一句话就是讲，牧师歹势，2年前我对你讲话无客气，我就讲圣神对你有做工吼。佮讲恁来甲阮做伙祈祷好无？我已经邀请灵粮堂，因嘛伫要开始啊，佮招早会的兄弟来。哇！我讲真正分享吼，伫后壁要做大声，因为已经连结啦。吼，伫迄个所在，所有的基督徒无分宗派教派，就是做伙伫遐为着分享迄个所在，伫遐流目屎祈祷，感谢主。所以咱看，学生出去宣教，学生出去传福音，耶稣无讲恁着去，怎会伫遐自生自灭？随在因去，怎放因去？耶稣到尾后来应允讲安怎？伫到世间的路尾，我要常常甲恁伫地。伫今仔日的圣经内底讲，我要常常甲恁伫地。佮我日日甲恁伫地。主耶稣日日甲咱伫地。传主福音的人，主耶稣日日甲咱伫地，直到世界的路尾，互咱无论去到倒位，拢会当伫遐传福音。有一个牧师吼，真出名，伫迄19、20世纪约翰卫斯理，这个牧师有提到，伊讲求主，互我100个人会当专心专意爱上帝。这个人除了做以外，毋惊真好人，吼，除了做以外，毋惊真好人。假使互我这100个人的话，我就会当来宣动全世界，宣动全世界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中华。咱中华有26万市，中华有131万人。中华，咱伫中华市这个重要的所在，上帝对咱有啥物款的心意？上帝予咱大生诚侪伊的囝儿，有啥物款的心意伫咱的心上？中华要诚做台湾的祝福，台湾要有上帝的光来照伫台湾，台湾要转化。中华绝对嘛爱转化。假使我有一个感觉，吼，即摆新北市啦，吼，新北市足快。伊讲新北市吼，若会当转化的话，吼，台湾就转化。总是咱知影新北市的人口拢对倒位来？中彰投，敢毋是咧？台中啦、彰化啦、南投啦、云林啦，差不多这4个县市的人口，就是新北市吼，台北新北市迄个大区，新北市。会当讲，就是即摆所有的行政区内底上侪人，所以新北市若会当来转化，最人来信主的是，其实咱台湾的转化，总是假使咱若是对新北市去的人，咱嘛有亲情，像我家己嘛有亲情，就是伫邦桥啦、等遮个所在，假使若会当转化的话，台湾就会当得到转化，所以咱中华嘛真重要，中华嘛真重要，咱伫。中华永福教会真重要，伫中山教会真重要，伫彰化市、彰化县26县市所有的每一间教会拢真重要。你这个时阵，甲你的隔壁的兄弟姊妹来鼓励讲，你真重要，你真重要。提醒一下，嘛甲祝福讲真重要。上帝要心事你开来，上帝嘛看人你。看人你会当来诚侪福音的精兵。假使讲，这个约翰卫斯理伊讲，互我100个专心专意听上帝的人，咱来想看卖咧，起做一个宣教的教会，诚侪祝福人的教会，可能只有100个人尔。我相信咱
教会是100个人乘以3、4倍。若是阮中山教会，可能就是爱较努力一下。阮差不多干那100几岁若定，总是100个就会当来改变啥物？全世界的。所以若是一个伫咱的中间，就会当来改变中华观。你相信无？相信。上帝咧找，上帝无要找一个人。60万人拢死伫旷野，敢毋是咧？以色列人，和希特勒开始的以色列人600万人。上帝所注重的，毋是人多，上帝咧找就是一个人，啥物款的人？有心的人，有心的人，军队处愿意为心的人，上帝拯救一个人，就会当来改变，就会当来改变周围。假使若是安尼，我求上帝，互咱永福教会。有100个人，除了爱上帝，毋惊啥物困难，毋惊啥物款的环境，除了罪以外，无有啥物通惊。安尼，我想咱永福教会也会当来诚侪刷动全世界，因为恁的教会安怎？现主是人就已经300-400个人嘛，所以恁会当伫即个中间，会当有侪人来受兴起，侪人为着主做更较好的工，当然。阮教会嘛会努力，所以咱中华，我相信，伫即个中华，上帝对中华的心意，就是中华要紧紧来转化。当咱若是到位的时候，当咱若是徛伫迄个所在的时阵，咱就要看到迄个改变，要来到伫咱的中间。其实即个改变已经渐渐，即个骹步已经真紧咯。阮伫分享迄个所在，虽然无简单。总是阮一直囥上的就是啥物？就是祈祷嘛定。因为阮知影，无在了靠阮的材料，无在了靠阮的经验，靠阮的经验，我知影办过足侪，嘛知影要安怎去请款，要安怎对社会机构总是，阮要知影上帝啊，你的心意，迄是你的分享，主啊，你的心伫遐为着遮个人咧流目屎，当我祈祷的时，到尾后，主啊，迄是你的分享了后，我受地说，主啊，迄嘛是阮的分享。嘛是我的分享，假使我若会当讲主啊，这是我的分享的话，我就是安怎拥抱分源，拥抱上帝的心意，就诚侪会知影上帝的心意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若讲主啊，这是你的心意，主啊，这是我的心意，知影你爱我去万国去招万百姓来成做你的学生，若是安尼，这个世界就要无共款。兄弟姊妹，100个就会当来改变这个世界。咱讲，即摆这个世界是安怎？正在快速的向下沉沦当中。这个世界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了。这个世界渐渐伫上帝的真理哪来哪去？若是安尼，100个就会当来改变这个世界。这100个中间，你要算伫遐一个无？若是上帝伫遐呼召讲，只要100个人，这100个内底，你要算迄一个无？你要来讲，主啊，我要算1分。求你互我开力，我要挖靠你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主，阮知，阮挖靠你，伫你万事拢会，因为主你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上帝。主啊，虽然阮是软正含慢，总是主你要永远每一个人。感谢你，感谢你要永远，你也要将你的气力、权柄要赏赐阮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愿你活泼的道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催逼阮行向你的路站，催逼阮举起阮的十字架来跟对主耶稣的脚步。感谢你，用你家己的真理亲自来激励阮。阮安尼祈祷感谢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